受難週星期六復活前夜，使徒行傳26章8節，神使死人復活，你們為什麼認為是不可信的呢？哥林多前書15章36節，無知的人啊，你所種的若不死去，就不能生。呢個係耶穌一生嘅嚴冬，一切都被啲冰雪所埋沒啦。正如馬太福音27章57至61節所記，到咗晚上，約瑟領咗耶穌嘅身體，用乾淨嘅細麻布裹好，放咗喺自己嘅新墳墓裏面，運咗一塊大石頭嚟擋住咗個墓門，然後先至離開。抹大拉嘅瑪利亞同埋另一個瑪利亞都喺嗰度對住墳墓坐着。耶穌一生所做嘅轟轟烈烈嘅事蹟，所講動人心肺嘅話語，似乎都完結啦，都變成夢幻。門徒亦都星散啦，偉大嘅夢想同埋遠景都好似花草一般咁凋零啦。死亡同埋墳墓吞滅咗一切，罪惡同強權得勝啦。但係唔好忘記，呢個只係嚴冬。新嘅生命正在滋長，看啊，萬物都復甦啦，生命戰勝死亡啦。就喺呢個最沉痛嘅時刻之後，希望就會誕生啦。新生嘅前夕雖然係充滿住沉悶同埋悲傷，但係正如保羅喺哥林多後書4章17節所講，因為我們短暫輕微的患難，是要為我們成就極大無比永遠的榮耀。同埋佢喺哥林多前書15章42至44節嗰度解釋話，死人復活也是這樣，所種的是必朽壞的，復活的是不朽壞的；所種的是卑賤的，復活的是榮耀的；所種的是軟弱的，復活的是有能力的；所種的是屬血氣的身體，復活的是屬靈的身體。既然有屬血氣的身體，也會有屬靈的身體。主啊，喺黑暗同埋絕望籠罩我嘅時候，求你令我唔會忘記你嘅身體曾經喺墳墓中短促嘅3日，你嘅門徒亦都曾經失望倉皇，但係你嘅復活給予我哋無限嘅鼓舞同埋安慰，令到我哋深信最後嘅勝利必屬於你。呢個係永遠唔能夠改變嘅真理。求你藉住呢個事實振奮我，令我靠住你永不動搖。阿門。